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2月9号要分享的是日月暂停的神迹，日月暂停的新约。我们要读约书亚记10章12到15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1日之久。约书亚记10章13节。地球有少掉一天吗？有某一日特别长吗？将另一日给吞了吗？是真的还是假的？且让我们来解开这个谜。首先呢，我们查考2段圣经，前后2段所记述的史实相差约700年。约书亚记10章的12到14节，这里记载的是约书亚攻打亚摩利联军，为了赢取胜利，他向上帝祷告：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呢，我们看到日头就停留，月亮就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日头在天当中止住，不急速下落，约有1日之久。哇，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另外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记载，有一位国王名叫西西家，他病到快死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并告诉他，上帝会给国王一个兆头，就是将太阳后退10度，加添王的寿命。看到以赛亚书的38章第4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并且呢，我要救你和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个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科学家们曾经3次发现太空中短少了24个小时，叫他们非常的困惑。第一次呢是英国天文学家发现，第2次是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了，那第3次也是美国太空科学家共同发现的。除了第1次的发现者没有找到答案外，第2次和第3次的发现者，他们都从圣经中找到共同的答案。1890年，美国耶稣大学的教授托劳德，他写了一本书，名叫《约书亚的长日》，答复了这个问题。原来他有一位同事是登峰造极的天文学家，他也查出地球按照程序算起来相差24个小时，就是落差24小时的时间。托劳德先生对他说，圣经是上帝的灵感动人写的，请你将圣经从头读起，读到你所需要的地方，且看圣经能不能指出你所说短少的时间。
这位天文学家他就开始读圣经哦，他读到约书亚记的第10章13节的地方说，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及下落，约有1日之久。按事实上当然是地球超乎人类的常识，在宇宙中静止不再自转了。结果他找到了所短少的时间，就回去核对他的算式，核得约书亚时代确实真的少掉了23个小时又20分。那这虽然已经很不可思议了，但这样一来还差40分钟啊。那托劳德教授请他继续读，结果他读到了以赛亚书的38章在这一章里面记载着西西家王病得要死，那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就应许延长他的岁数15年。那为了证实这个应许，上帝给他一个兆头，就是叫他看到亚哈斯的日晷上照着他的要求向前进的日影竟然往后退了10度。那国王去看的时候，前进的日影果然倒退了10度。我们算一算，这10度正好是40分钟，就是按所有人都明白的这个一个圆有360度。那地球自转一圈正合一个圆，那1小时15度，则这个40分钟是10度。哇！天文学家就立刻来放下了圣经，那他就惊叫了说什么：主啊，我相信了，我相信你。上帝为以色列百姓征战，应许了约书亚的祷告。在他的生命当中曾有过不少辉煌的日子。逾越节那日，领着他自己那个支派大步走出埃及，与亚玛利人作战。摩西在山顶上举手，他在山下率领选出来的战士征战。当他首次与摩西去见上帝，站在上帝壮丽的荣耀当中的那一天，他与迦勒窥探迦南地回来，得知自己可以存活进入应许之地的那日。不久的之前也有这种美好的时刻，像是过约旦河后迎见上帝的元帅，看到耶利哥城倒塌的那一日等等。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从未有像这样一日祷告经历日月停止的神迹。犹如圣经里面所说的，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里。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都是上帝的全能。让我们一起称颂赞美伟大奇妙的造主吧。我们来想想看见上帝应允约书亚超自然的祷告，让太阳和月亮停止，对你有何感想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是奇妙伟大的造物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掌管宇宙万有，你也垂听呼求，应允祷告，行神迹的神。求你使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向你来祷告祈求，并且深信你必因着你的慈爱垂听我们的祷告。我的祷告你垂听，也会为我征战，并且必使我高唱得胜的凯歌。我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
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